我们要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章第15节到第17节，还有第3章第2节到第17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5节到第17节，还有第3章第2节到第17节。我这边用和合本的圣经我来念。路加福音第1章第15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另外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2节到第17节。第3章第2节，亚那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利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以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有福气要来敬拜你。在这个夜中间，我们教会有灵命的操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盼望领受主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间能够行出来，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非常的缺乏。原来我们并没有全备的爱，是因为我们缺乏的有清洁的心，有无亏的良心，有无畏的信心。当这些操练都有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行出那纯全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夜我们的灵命操练中间，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拥有或是活出无愧的良心。求主帮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加添力量，加添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信言，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好，我们在
这个页的时候呢，我们有无亏良心的操练了，所以我们看上面讲啊，无亏的良心已经到第三周了。那我们要讲到是清洁的良心哈。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有爱。我们这边会背十诫的人，请举手看看。会背十诫的啊，没有半个。会背十诫的有没有？哦，这举一半，大概只背5条而已，是不是？举高一点才是10条哈。有十诫，对不对？好，十诫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的山下，就是上帝的山的这个山下的时候呢，上帝想说，这些是我的百姓，以后要到怎样？要到迦南地去。那要给他一些规定啊，让他们遵守这些规定的时候，他才会跟其他的百姓不太一样。所以就告诉他说，你们当要怎么行，就告诉他10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十诫哈。这十诫呢，其实只有10条嘛，所以应该很好记哈。这10条里面，前面的4条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第1条说的，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啊！你们大家会记住几条啦哈，不会前记而已，或是顺序不太对而已哈，没有关系。第1条就是讲的，除了耶和华神是怎样，是唯一的神，其他的神都不是神哦。除了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2条是怎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来敬拜他。所以你才用石头啦，用木头啦，用金子、银子做的这些，还用它来代替神的，这都是不对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还敬拜他，这是第2诫。第3诫是怎样？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就是怎样？你不能假借耶和华的名啊！一个人做不好，上帝一定会处罚你，好像你变成上帝一样。这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也不可以指着耶和华的名。我若是怎样，神就怎么样，这样可不可以？也是不行，因为你不是神啊，你怎么知道神会这样？所以不能借着神的名字。第3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4条是怎样？要守安息日。那所以犹太人他们就守安息日。那旧约里面是讲安息日是礼拜几啊？安息日是礼拜几？是礼拜6哈。我们现在是守什么日？我们是守主日哈，因为主复活是在一个礼拜7天的第1天就是礼拜天。那因为我们守新约主耶稣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流他的宝血之后，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因为主耶稣关系，所以我们在现在礼拜天是守主日，是纪念主耶稣为了我们而死，他救赎了我们的罪。但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在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是怎样？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后，第7天怎样？休息了，所以他要我们人类休息，那个叫安息日。那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怎样？不是从凌晨12点开始，它乃是从前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所以是礼拜5太阳下山开始进入到安息日。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在礼拜5下班太阳下山之前呢，要赶到家里面去，就待在家里面，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守安息日意思就是你要安息，你要安歇，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就跟上帝当初创造宇宙万物之后，第7天他什么都不做，然后再休息，就在家里面休息。那甚至他们讲的说，那怎样才算是做工呢？我开灯算不算？开灯算不算做工？那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不行，这是做工，所以能不能开灯？不能开灯，那怎么办呢？下班之前，太阳下山之前，赶快回家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来，那就没有犯到这个啊。他们甚至更严重到怎样？不能按电梯。你们想过呢？现在这种时代，以前没有电梯啊，以前那个旷野怎么会有电梯呢？但是他们又是越来越解释，扩大解释这个上面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人就问经学士或者是拉比，我们到底能不能按电梯呀？他想一想，按电梯也是做工呢，所以就连电梯都不能按。那不能按的话，你回家怎么办？不能按要怎么办？等人家进来的时候，拜托亲，你帮我按几楼吧。这也是听起来很可笑，但他们确实是这个样。因为牧师曾经在美国待过，那个美国他们有很多犹太人就赶着在礼拜5太阳要下山之前，赶快回到家里面去。
然后有些事情要先做好，因为从下山之后他就不能做那些事情，包括电梯都不行。那我问他说：“你假定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进来电梯，你怎么办？”他说：“我们就偷偷的按，不能用指头按，用怎样？用手肘去按它。”这个是自欺欺人呐！哈，其实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有这种要求吗？所以到我还没讲完哦。第6诫是什么？第5诫是什么？第4诫是守安息日，第5诫是什么？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就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第6诫呢？不可杀人。第7诫呢？不可行奸淫。第8诫呢？不可盗窃，不可偷人家东西。第9诫呢？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10诫呢？不可贪心，贪很多了。他讲说不可贪邻居的房子啦、的太太啦、的奴仆啦、的东西牛啦，什么讲一大堆总之讲就是不可贪心。所以第5诫到第10诫是讲人跟人的关系。那这10诫哪一个重要啊？都很重要。那除了这10诫以外，我都可以犯吗？所以呢，有人就问耶稣了：耶稣啊，这10诫里面哪一条最重要？耶稣告诉他怎样？你要爱神，尽心尽力尽意，这样其实爱你的神，然后还要怎样？爱你的邻居，爱人如己就对，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讲起来10诫只有一个字，叫做什么？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怎样？就会遵守。爱神的话，你就会遵守前面4条；当你爱人的时候，你就会遵守后面的6条。所以其实这个爱是非常的重要。基督教的整个的精神就是在哪里？就是要爱神爱人，只有这样子而已。一本圣经里面呢，讲到最后都是讲什么？只有一个爱。旧约里面在讲神爱世人，然后人怎样回应他。既然神这样爱我们，我们的回应假定是不是爱神的话呢，就受到惩罚了；受到爱神呢，就受到祝福了。到新约里面呢，神怕人就是用行为来接着我，就像我们刚刚讲这10诫，我是不是10诫都遵守之后，我就能够得救了？我就是神眼中看为好的吗？我相信这是不是？所以人家问耶稣，耶稣告诉他，你要把那个真正的他背后的真意要怎样？要把它显示出来，就是爱。所以我们的诫命里面非常重要，就是说基督教里面在讲就是爱。你们要是没有爱的话，你有能力能够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样子，你会讲天使的语言，然后你大有能力能够移山倒海，能够为人而牺牲的生命，但是你要是没有爱，怎样？这些都没有益处，因为你是为了自己而去做，其实你不是出于你的真心。所以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总纲。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行出来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也愿意这么行出来，但是我们常常都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很多的操练。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上礼拜我们有没有读这一节经节？有。那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灵命操练。什么叫做操练？一而再，再而三读到你熟悉起来，变成你的思想，那就叫操练啊。所以下礼拜我先不显示出来，要问你们啊，这个经节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是什么？你们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啊。好，请我们背一下吧，可不可以背吗？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这爱是从什么生出来的？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好，这就是操练，你们已经成功了啊。再来呢，所以要活出来的时候，我们这3样都要操练，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就操练出来，所以我们去年学的怎样？要操练清洁的心思，它的英文叫 pure heart， 也就是你那个心啊，上帝起初创造你这个心啊，是完全是纯洁的 pure 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这是去年我们讲过的。今年你要讲的这个是良心的，就是 conscious。 conscious 呢，它是 good， 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但是有的人是这样
好像是个麻痹的掉一样。上礼拜我们也提过，他没有，他要回归到原来神所创造我们那个无愧良心。今年我们就在学这个东西哦。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讲说，我们前几个礼拜是学什么。明年我们要学这个无畏的信心，就是没有虚假的 sincere faith 哈。你们有没有写过英文信？最后都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Sincerely yours， 对不对？就是真诚的。我写这么多的信给你，这是真诚的，不是假的哦。所以他们的信就告诉我们，就 sincerely 哈，就是说我是真诚，这是意思哦。真诚的信就是无畏的良心哈。然后最后我们在2014年就可以了。希望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纯全的爱心。经过这些操练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自然而然就有这个爱在，而必须要去操练。从哪边操练？从我们在讲道中间，加上圣灵的帮助哦，就能够我们盼望透过每年1个月的心思重建呢，会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心灵健康、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哦。那第一年我们学的这几样哈。我们有看到，我们会有怀疑，我们会有情意，我们会有羞惧、羞愧又害怕的心。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这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都已经不是 pure heart 了。神起初创造我们并不是这样哈。好，今天我们在学里面呢，我们已经上过这2个了。第一个，我们有软弱的良心，我们要去对付它。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怎样，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要去建立它。然后再来是讲，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我们才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哈。那软弱的良心里面，我们当然提到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软弱良心？原来是我们没有真知识，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对啊，还是那样是错呢？到底是怎样？你不知道，你就开始疑神疑鬼了，你就开始有罪恶感。你开始就会甚至会过度的担心去，那就是软弱的良心。你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还是怎样？这是我们5月6号就已经讲过。那我们在那天前一天的5月5号，我们是没有聚会哈。但是我们从周报里面可以看得到。那上礼拜我们讲到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创造我们的良心。所谓良心是怎样？是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在你的心里面。而良心是讲，是对我们外界的东西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良心。这事情马上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马上心里就有一个判断了，这事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人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事情就想讲出来，因为你的良心开始做出反应出来了。而这个良心到底是怎样？每一个人有没有一样？神起初创造者都一样，但是经过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学校里面的教育，开始就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每一个人的判断标准已经不一样了。即使在我们祖宗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恶果。我们知道一下夏娃她犯了什么罪？她吃了什么东西？吃了善恶果。难道上帝不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心吗？是不是这样？不会啊，上帝不可能要我们做那种没有智慧的人，上帝是要我们有智慧的人。但是问题是，这个辨别善恶是用谁来做标准？就是要用神来做标准。所以你要是没有吃这个善恶果的时候，你的标准在哪里？在神心上。神看为好就是好，看为恶就是恶。但是人吃了善恶果之后，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当标准了。所以我们看到常常讲罗生门啊，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啊。看我们特别是台湾的这种政坛上面呢，你电视上所看到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觉得它太好，有这么多人觉得真的是太不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那样？因为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每个人的良心都不太一样哦。我们要怎样回到那个 pure heart， 然后应该要有一个，就是那个 sincere faith 之前的这个无愧的良心是 good conscience 这个部分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说怎样拥有清洁的良心哦。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呢是看到一个人物叫做施洗约翰，他为何拥有这个清洁的良心呢？我们也要一起来学习哦。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施洗约翰哦。以前英文名字的大概没有多少啊，就是什么 John 啦、Peter 啦，什么东西 David 啦，都是写这样，所以他通常前面都要加上是啥？这是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也很多人也叫约翰啊，所以我们自己就把它辨别说他是在施洗的约翰啊。不然你只讲 John 的话，到底哪一个 John 啊？哦，你也是叫 John 啊，他也是叫 John， 很多 John 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讲旷野的夫生哦，因为怎样？施洗约翰哦，在他母腹中间即蒙怎样拣选，他的圣洁生活跟他的清洁良心呢，是我们的典范哦。等一下我们一一看就知道，刚才的圣经节也已经提到了哈。然后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的生活，在传讲悔改赦罪的道啊，也显示他清洁的良心。我们先大致上介绍一下这个施洗约翰，他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学习的是哪几样事情？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谈出来哈。所以良心所反映的应该是是非善恶哈，必须符合普世的价值哈，然后还有文化的情境，更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啊。这样的良心才是一个清洁的良心哦。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讲的良心应该有普世性的，大家都看为好的，而不是只有你看为好而已。而且还有很多是文化的情境产生的，像有人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们不太敢去碰这个议题，例如说同性恋的事情，到底应该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圣经的教导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这样，就是不正确的。为何要有男有女呢？上帝当初起初创了女人做什么？就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怎样要造一个配偶给他？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为什么现在在美国里面还同性的人还可以结婚？这根本就是违反圣经的教导。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该去讲？有可能是他们受到的文化情境的压力在。你知道同性恋的最大本营在什么地方吗？美国的什么地方？旧金山啊，旧金山有一条街呢，就是根本都是很同意，最好你不要走进去啊，走进去你男的就有人来抓你，女的就有女的来抓你啊，他以为你是同性恋的哈，他那个地方是根本就是讲，就是认为是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去讲这种话？为什么政府还要同意他们说同性可以结婚呢？同性怎么结婚呢？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人类的生命能够继续下来。同性有没有办法？当然没有办法啊。但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合乎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的文化情境是认为是可以，所以那种良心跟我们良心会不会一样？不可能会一样啊。所以要回到有一个完全不变的，完全不变是什么？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已经多少年了？这圣经里面的记载有多少年？至少有多少年？1900多年。1900多年里面呢，是白纸黑字，都没有改变过。你能不能相信这一本？假定它是一个1000多年，然后世界上有1/3，就是20亿的人以上的人相信这一本的，然后白纸黑字写下来，这么久都没有改变，你可不可以相信他？你当然要相信他。然后他就是同样，世界人都是看这一本的话，标准有没有一样？标准自然就一样了。那种良心跟着这个走的良心呢，就是这样清洁的良心，就是大家所认同的。牧师曾经跟大家讲过，在信仰上，你有很多人要靠自己的智力去想，这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你就一直要解释到你清楚，你才要去相信他。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且人是被造物。我问你，好像就是说，电脑好了，电脑是看起来是最聪明的，但是他可不可以问设计他的人说，你为什么把我设计成这样？你为什么是这样？你为什么是怎样？他有没有权利这样讲？他根本没有权利，因为他是被造物啊，造他的人是人啊，这两个阶层差太远了。你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去娶这个电脑当他的太太呢？不可能嘛，因为他们两个是不同
不同层级的人，人也是一样，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怎么能够去问神说为什么怎样，为什么怎么样？你根本没有，因为这不同等级的人嘛，所以用我们的智慧，我们不可能去了解到神怎样。所以信仰你只能怎样，用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他。既然这一本是这样子久了，2000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被把它推翻掉的话，你就是相信他吧，单纯的相信。牧师也曾经举过例子哈，像今天凌晨3分的时候，谁被放出来了？有没有注意这个消息？有一个人叫什么？许志强还是什么？许志强，他原来被判了9次的死刑，2次的无期徒刑，经过了8年之后还没定案，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叫速审法，就是说你假定被关在监狱里面，经过了5年没有判案的话呢，你不能再关他了。不是他没有罪了啦哈，他就不能关他，他就要回到家里面去，然后要列管，你不能关他。所以这个案呢，在2012年5月19号凌晨生效。那这个人呢，已经被关了8年了。那中间判了9次的，我记得是9次的死刑，2次的无期徒刑，还在上诉，还在隔啊这样子哈。但是这个案子，这个速审法已经通过了，所以他就必须怎样？他就必须要让他出来了。那一个人好像犯了什么罪，经由法官把他判，然后这个9次，然后再加2次，显然已经经过11个法官了。11个法官判了不同的刑，到最后还是没有决定。为什么他被判了9次的死刑？这个法官既然不在场上，不在现场，为什么能够判他？是判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呢？因为这个法官相信什么？相信他所看到的物证，相信他所听到的人证，告诉他，所以他敢下这个决定。虽然这个决定到最后还是没有这样。但这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你会做出某种决定，是因为你相信了那一个人他所讲的话，你相信了他所提出来的东西，所以你才能够做决定。甚至一个人的生命，你都可以说是他应该死，没有他应该被无罪被开放，被释放。为什么？因为你相信的人证跟物证。同样，你的信仰也一样。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不在，因为是2000年前的事情，你不在，所以你没有办法听到耶稣告诉你什么。但是耶稣的门徒写下来了，然后有很多人写下，保罗也写了书信。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上帝给他们的一些带他们出埃及的，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一一的记下来，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在看上帝这件事情，就好像我相信这些人写的嘛，这些人是值得我相信的，那他写的我应该相信啊。你还要在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求证吗？我想已经不需要了。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就像医学上已经进步到现在，50年前不能医的病，现在来讲是太简单了。那你要不要说不？那些医学里面所发展出来的技术，我自己要从头再学习，我自己要发明，我自己要知道怎么做出来才可以。那你要多花50年啊，你才能够做到那，还是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那是很多人一起努力，只有一个人努力没有。所以你应该怎样？应该接受别人以前人他们所做的贡献，然后再继续发展后面的，而不是一直在追求前面的。信仰也是一样啊，这么多人给你见证了，你应该去相信他们，你就可以省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这种努力，很多的这种省掉一些辛苦的地方哈。良心也是一样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是这样，是大家能够遵守的话，我们其实就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大家的标准是一样。我们来看施洗约翰呢，他的清洁良心是怎么来的呢？他有很多方面。第一个，他是有清洁的使命来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刚刚读的圣经说，他从母腹的时候就被拣选，赋予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1章第17节讲，
施洗约翰的使命是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他要怎样行在主的面前。行在主的面前是怎样？是他，而且还有很多要叫怎样叫人家回转在路加福音1章第16节还讲说怎样，他要使以色列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所以这样的清洁的使命呢，就让施洗约翰呢保有清洁的良心，就像以利亚一样这是第一个。施洗约翰的清洁良心是怎么来的？因为他的使命是非常清洁的，是那个 pure 的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呢，他的清洁良心是什么？因为他有纯净的生活，他不只领受这个使命呢，他的生活是怎样？路加福音1章第15节说的，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从小到大怎样？淡酒浓酒都不喝他这样子的离开世俗，在旷野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在马太福音第3章的第4节，我们没有读到在3章第4节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过着怎样简朴的生活，而这个简朴的生活呢，是合乎礼仪的他就是没有受到那些其他这些污染的物品所以远离世俗的世界，然后还有这个罪恶的社会的生活呢，就让施洗约翰他保有的那个清洁的良心这是第二个。施洗约翰呢，第一个是他有清洁的使命，第二个他纯净的生活，第三个呢，他非常忠实的由于他忠实的职分来的因为他非常清楚他是要做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他是要来宣讲悔改的洗礼，要行在主的面前他主要是要行在主的面前，所以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刚刚已经有读过了这边讲说怎样，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个人就是谁？就是施洗约翰，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在所以约翰呢，因为他这样子忠实，他也开始真的这样子在做所以让他保有了清洁的良心不只是这样，施洗约翰呢，他大有能力转化生命因为他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8节，他勉励那一些人说怎样，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不要自视说你就是上帝的选民。我是犹太人，我是以色列人，我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写，所以呢，我已经受到保护了。他说 No， 你的身份要跟你的怎样，你的行为要跟你的身份要能够结合起来，你要结出果子来，跟你悔改的心要相称。你既然已经悔改了，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就应该跟怎样，跟神所喜悦的一样。所以他必须要有你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好，那就有人来问他了，有好多人来找他嘛。第一个人来问他说，那我应该怎样在建立要建立怎样爱的生活里面，在第3章第11节说，告诉那些众人说怎样，你有2件衣服就分给那没有的，你有食物也当这样行你有吃的别人没有吃的，你应该帮助他。这个经节是告诉我们怎样，你要做好事，你要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为了要积功德，没有这样，你没有做反而是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你生命得到改变之后，你自然而然就去想要去帮助人。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告诉我们，原是这样，我们原是在神里，原是他所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怎样跟他同工，在地面上可以照顾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
神要你跟他同工，去照顾你身旁这些人，所以你要行善哈。所以第一个他的勉励呢，因为你生命改变之后，你就要去行善啊。当另外有人来问他的时候，这经节里面还告诉他，第一个有众人问他的时候，就问这样子：那有税吏来，税吏来呢，就是在他在职场上，他职业就是抽税的哈。他说怎样？你除了立定的数目不可多取，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能超过。你的生命改变的话，应该是要这样，要有所不一样哦。第四个怎样？当有兵丁来问他，就是有权柄的人，就是警察也好啦，或者比较官吏啊，你比较有关的人，他告诉他怎样？你要用怜悯来待人哦，你不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哦。自己有粮有钱就有钱有粮就当知足哦。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他的生命呢得到改变之后，他可以告诉那一些人，告诉我们众人呢，你当做什么事情，为的是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施洗约翰呢，他大有能力的帮助人去改变、悔改来转化哈，要建立天国的生活。这样的侍奉呢，使他保有清洁的良心。不只是这样，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人就开始以为，这个施洗约翰说不定就是上帝允许要来救我们的那个弥赛亚哦。所以我们刚刚看的经节里面有讲到怎样，路加福音第3章15节的地方呢，那边讲到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哇，你做得太好了，你是不是基督啊？或者是就讲。我们这边现在在选举好了，我看你一定选得上，哇！你这大家都拥戴你啊，哇！就开始怎样，好像脚没有着地一样，飘飘然一样。有人讲，施洗约翰，你好像是基督，你是那个弥赛亚救世主哦。彼得那个施洗约翰怎么讲？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的人也不配。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没有忘的他的身份是什么。好像很多人都讲你太好太厉害了，你可以讲得这么好了，这样的悔改，你被人家施洗，然后你又讲得正确，你大概是基督吧？他非常怎样持守他当有的职分哈。施洗约翰呢，同时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将耶稣介绍给别人，对他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要怎样？行在主的面前，为主开路。开路之后，然后看到主来了，怎样将他介绍给大家？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曾经也被人家这样介绍过，或是我们曾经也去做了那个角色。你要是给你的职务是说你要行在谁的面前，然后去介绍某一个人，你会不会很谨慎，帮你的角色做好？你要是没有做好的时候，你去介绍别人的话，人家要不要听你？人家就不愿意听你啊！你叫你漏掉，你这么差劲，你介绍的人大概怎样？也很差劲吧？那说不定还毁了耶稣的名声，对不对？所以他难怪他会非常谨守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他也确实是这样，他将上帝介绍给人家知道，上帝将耶稣介绍给说他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上帝的子。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怎样，他持守自己的职分，这样的侍奉使他保有清洁的良心。哇，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的，因为他是行在耶稣的面前，要向世人介绍耶稣。所以他要是没有一个清洁良心，他介绍的这个耶稣，人家也不会相信他。你就不是很好，你介绍人大概不是很好，所以他一定做得不错。我们刚才一一的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有清洁良心，要拥有清洁良心，要怎么样？就是这几点哈。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吗？你知道你活在世上是做什么吗？还是就是按照挖了的挖了，不被安怎啊？就是一日一天过一天，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你应该在每一个阶段都会至少能够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假如我们是学生的话，我现在就应该怎样？
认真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增加你的知识，以为以后可以使用，能够帮助你，能够充实你自己，有知识，同时有学习很多的礼仪，很多你应该知道的道德等等，这样你才能够以后你才能够行出神所喜悦。好，你现在长大了，你到已经开始上班了，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也是要将你的工作要尽忠职守做好。别人有需要，我们要帮助他，在工作中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一位基督徒。因为我们常常讲说，人人皆祭司，所以人人皆祭司意思是怎样？人人都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人。所以一方面你能够将领受上帝的爱，让别人也能够知道；另外你会将别人所需要的，透过你怎样让上帝为他来向上帝祈求。所以每个人他都有他的角色应该做。等到你要成为结婚之后，你有小孩的，你对你的小孩你就要尽责任，如何将他抚育养大，特别是他的信仰要怎样建立起来。我想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候，你都有你的角色在，而这几个角色把它综合起来，他每一次做的都不太一样，重点都不会太一样，但是有一点都一样，是怎样？你有没有荣耀神？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你的荣神益人，就是你的命定。这个命令都一样，但是因为你的角色，因为你的年龄不一样，你该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都没有离开这4个字。你有没有荣耀神呢？你有没有让别人得到益处呢？因为你而得到帮助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明白你的清洁使命是什么。第二个呢，施洗约翰他也过了纯净的生活，我们要过纯净的生活。你的生活要是很糜烂的话，你能够荣耀神吗？别人讲，哎呦，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那神的名字就让你受到侮辱了。这个人做不错嘞，他是基督徒，他的神一定很厉害，改变他的生命。我们要要施洗要洗礼的时候，前面都会问道理哈。问道理的时候，牧师都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要洗礼？”今天问你说你要为什么洗礼，你怎么讲？你开始一定讲说因为主耶稣给我很大的生命的改变，让我有时候我在需要的时候向他祷告，他都成全我，所以我要认他为我的救主。大部分都是这样讲嘛哈。有一个人说我没有感觉呢，我没有感觉怎么可以洗礼呢？他说因为他的爸爸改变了。他说那他爸爸相信的那个神一定是怎样？一定是真神。所以呢，我也要信。那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错。但是我先表白，我要信这个神。他爸爸有没有怎样？有没有容神？容神了。因为他的儿子看到他爸这样的话，他就决定他爸信的这个神一定是神，所以我也要信那个神。他的爸所做的事情就是荣神，荣耀的神。你要过一个纯净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喜欢是一种糜烂的生活，都不要做事情，然后每天都可以享乐，都可以打电动玩具，不要读书，打电动玩具，做什么就做什么，有钱多好，怎样的这些。但是这些事情怎样？你有没有办法荣耀神呢？没有办法。你在这些事情这样子的社会中间，你还能够谨守应该走的事情，这样走的时候，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很自律自己能够规律自己。那个生活呢，就能够，而且走在神喜爱的道路上呢，那才是真的是荣神，就像施洗约翰一样。第三个呢，忠实的执行自己的职分，也就是我们尽职。刚刚讲你在各种时代的时候，各种年龄你是不同的角色，你要将那个角色办好他的角色。现在是学生，就把学生办好；你以后在上班，就把上班的时候的职分做好；然后你在当父母的时候，你就把父母做好。这样你哪一个角色你都要尽你的责任然后第四呢，要依照神的大能来转化生命，让人家看到你真的生命改变了。我问你怎样的人才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单单祷告能不能使你的罪得到赦免？能不能？通常会问这种题目，答案一定是不能的，才会问嘛，不然就很简单，答案是就好。但是我们这祷告很重要祷告为什么不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呢？因为你缺了什么？缺了认罪。
唯一能够使罪得到赦免，就是怎样？就是你认罪，然后依靠神。所以这良知，你要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一定是当你的罪得到赦免之后，你才有办法。所以一定要认罪，能够悔改。悔改之后，你怎么知道悔改？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到赦免呢？因为你用你的行动来表示出来，我的罪得到赦免，我能够开始帮助别人，我能够开始容神，我能够开始义人了，你的生命才得到改变啊。雅各书告诉我们怎样？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哇，还讲到说，人是因为行为而怎样而称义。所以很多人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们是怎样称义的？因信称义啊。但是两个都没有错。一个是要怎样？要得救之前是怎样？因信称义。得救之后是怎样？因行为称义。因为你们都没有行为，你真正前面的信是真的信吗？我想大概不是吧。嘴巴讲而已。你假定真的是改变了你的心，然后得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你的行为一定会做出来，会让人家得到帮助的哈。所以这是这样，也要依靠神的大能，能够转化生命。第五呢，谨守当有的职分呢，我们又怎样？要谦卑，就像人家讲施洗约翰，哎，你好像是基督哦。他说怎样 ？No， 我不是。再来的那一个人，我帮他解鞋带，我都不配啊！不要这样，不要被这些人家的称赞忘了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哦。我们当守我们的职分啊。当这5点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之后我们才可能拥有清洁的良心哦。我想理论都很简单呐，如何行出来这是比较难一点。但是你要先建立在你的心里面，先建立说，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以施洗约翰当作我的模范，那我好好去学他，然后再回到源头是做什么？求神怜悯我们，清理我们的心是这样，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我们过去的一切，然后怎样？求神赐给我们的有清洁的心，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哦。诗篇51篇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怎样？我们要努力有清洁的心思，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有，我们就要努力的部分，但最重要是怎样？神帮助我们，神要为我们怎样造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人。只有单单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一时之间有可能，但是马上就会，我们是堕落，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些罪人，只有靠神的力量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有清洁的心，我们理论上知道了，我们要学像施洗约翰那样，对他的使命非常的清楚，对他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他也清楚，对他要执行他的职分他也非常的尽责，然后他的生命也真的得到了改变，而且他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他要谦卑，但是最后我们还是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求神赦免我们，然后用他来帮助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这样我们就可以宣告怎样？上帝已经医治还接纳我们了。我们盼望在里面的操练中间，每个人都得到帮助。虽然我们没有小组，但我们这边还是有这个问题给大家。所以请我们讨论如果施洗约翰生活在现代，他会怎样生活呢？他会不会仍然穿骆驼毛，然后在旷野还吃什么？吃蝗虫、喝野蜜这样他的服装跟食物跟机制，他到底应该如何？他会如何评价今日报纸的各项新闻？还有他如何评论你的职场？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做法不一样，但是他的精神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我们是罪人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是无可指责的，是 good conscience， 这是回到神起初创造那个样子。但是要如何能够做到呢？有几个原则让我们遵守，但是更重要，神要帮助我们。不要把那个旧约就我一定要照我圣经讲这个施洗约翰这样子很好，好，明天就开始到旷野去。拿一个什么皮衣穿的，然后就开始找蝗虫吃，然后去找野蜜吃，然后就开始讲你们要悔改啊，怎样啊？
我想不是这样啊。刚才讲施洗约翰从母腹就怎样，就被圣灵充满了，淡酒、浓酒都没有喝，所以从小就开始这样，不是现在突然受到感动去做这个事情啊。我想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好，第二点呢，请讨论在如何拥有清洁良心里面这5项中间，你能够如何努力呢？上面我们都讲到，前面是讲项目，后面有讲嘛。你要明白你的命定，你要容神，你要义人，你要尽责，你要悔改，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你哪一样是这样？你需要更加强努力的部分。第三，请分享你要拥有清洁的良心上最需要带到是什么？你知道你的软弱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哦，在这个操练中间才能够有所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从施洗约翰他怎样子能够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当他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受到圣灵的充满，他就开始过了一个非常纯净的生活，所以在他最后到旷野里面去呼召人家要或悔改的时候，他能让人家能够看见，原来是他是拥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拥有了这个清洁的清洁的良心在。我们愿意来学习他，求主你帮助我们。一方面，求主你赦免我们过去我们迟钝、不合神心意的软弱的这些良心，求主你挪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将那些清洁的心来赏赐给我们，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你帮助我们在灵命操练中间，我们能够拥有这清洁的良心，让我们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求主帮助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